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76个本土病例，有5人死亡。另外，进前对秘鲁回来马孙啊，经过检查，确定是染到印度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今早起宣布讲，用无了疫苗开放予民众去登记。新北市也在今仔日开放予民众去注本。北龙的市场专案目前要加这个证券做 PCR 的检测，另外新北市的家庭运销合作社，今日标出一个移工确诊，今日拖柜要继续追踪。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6个本土病例，有5个人死亡。另外，进前对秘鲁回来马孙啊，经过检查，确定去染到印度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自一开始，若准14天内，无论是转机或者是旅游，只要有经过巴西、印度、英国等这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入来到台湾了后，拢要去住一中检疫所，而且也要做 PCR 检测。新冠肺炎本土个案继续增加，拜525新增加7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32例上多，再再来是台北市20例，桃园70例，新竹县4例，苗栗县3例，彰化县甲高雄市各2例，宜兰县贵人市甲台中市各1例。确诊个案内底有34例是地处隔离，也是检疫期满采检阳性的。另外也新增加5例的死亡个案。这些34个案例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好，那剩下的就是哈，现在就等于是有42位，好是在社区的。那这42位哈，未来这上面这个数目代表就是说，我们需要极力去控制，极力去做疫调。伫进前对秘鲁登来台湾的祖孙2个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画到就是印度的变异株。为了防堵变异株侵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对礼拜27零时开始，对巴西、印度、英国、秘鲁、以色列、印尼甲孟加拉这7个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含过去14天旅游史甲转机，一律要住伫7中检疫所，而且住入去的时阵甲检疫期满之前，拢必须要进行 PCR 检测。其他国家的入境旅客入境时应该自费住检疫旅馆，也是1中检疫所。检疫期满时必须进行 PCR 检测。各级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对高风险国家登来台湾了后，应该伫厝检疫14天，检疫期满嘛要采检。我们要加强边境及社区相关的防治的作为。好，第二，刚刚报告过，全面提升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对着台湾新冠肺炎致死率达到4.2%，比全球平均的2.2%较悬。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不是死亡率悬，而是乌数伤衰，真侪感染者无法抓出来。对此，指挥中心讲，各国疫情的初期致死率拢偏悬，台湾的致死率悬，主要原因是聚会个案较多。我们不敢说没有所谓的黑数，好，但是这样的一个扩大到这里就是说稀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低的一个阳性率。好，但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大，希望它做到更小。但市长强调，每一个国家拢想要把稳重的个案给找出来，一定要及早来斩断这个传播链。不管是稳重的个案，也是发病个案，拢要及早给列出隔离治疗，这是咱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2个对秘鲁回来的马孙啊染到武汉肺炎，经过检验，确定是去染到印度的变种病毒。也因为讲到这款变种病毒是真高传，屏东县政也随增加快筛站，要甲疫情来冻点。另外，高雄的部分今仔有增加2个病例，是温主公病院的机票个案传出去的。目前已经有5个家庭，总共有15个人染病。屏东25无人确诊，不过进前为秘鲁入境确诊新冠肺炎的公孙2个人，基因定序确定是印度变异株。因为欧洲疾控中心讲，印度变异株传播力比英国变异株高4成以上，中央全面升级入境的检查。屏东县政府讲，确诊者密切接触的拢有进行过 PCR 甲快筛检验，拢是阴性。不过下晡紧急增加快筛检疫站，扩大采检。基因的定序是 Delta 的病毒，哈，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哈其他相关的有关联的染疫的情况，哈，是不是同样的变异株，哈，也许是不同的感染源。扩大框内全面采检，已经启动丰港、善余2村全村的筛检。因为为秘鲁回来的公孙2个人确诊，造成亲情、客人、司机拢总7个人感染。为了阻断传播链，屏东县政府紧急鼓励接触者，行过所在也拢消毒。
高雄25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病例，也是新北文主公指标个案所引起的家庭烧话佫摊开的。市政府统计，这阵人烧话，互高雄5个家庭15人感染到。亲属之间的移动，造成整个包括有原来的一开始的2个家庭到今天为止大概有5个家庭市政府讲，新增加2例是酷热的居家隔离对象，民众免烦恼。对印度变异株传播的风险，已经要求往来屏东农会的载货司机、果农、菜贩啊，拢要采检 PCR。全市大型蔬果市场工作人员嘛开始做测，会依照中央的规定顺序来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民众去甲人主问讲要去注疫苗，却临时无到位。疫苗一罐若阵开到到地，就要甲注好了。为着卖讨债，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开放18岁以上民众会当去注问这款用不了疫苗，限定逐工上尾迄罐。国内新冠肺炎疫苗开始大规模来注射，每一罐疫苗至少会使注10个人，而且疫苗若已经开开，一旦过6点钟的使用时效，只好被迫献杀。为了提升注射率，指挥中心宣布开放注射单位广告疫苗注射作业，甲开放后补的名单登记，也开放无项列入优先注射对象会使来登记，也就是讲18岁以上民众就使来排队后补注射。剩余量的部分呢，是每一天的最后一瓶。那最后一瓶呢，都是至少要以现在的 AD 疫苗来讲，就至少要施打6位原来预约的民众以上。那这个呢，他们可以先建立好这个名册。不过，这驻村的疫苗到底边算有用，是不是比较韩国有这个地图会使查询？民众也是无清楚。指挥中心讲，各地政府对着村的这疫苗有用，拢无同的管道，有的是经由邻里长，有的是经由有用的系统。民众会使家己找各地政府，也是各注射单位来了解有用的资讯。不过，外界烦恼讲，开放这注不完的战绩了后，恐惊以后特款注射疫苗的情况更加严重。就你最后一剂，那确实是剩下的。那就大家都可以打，这样才不会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太多的一个限制，那反而让这疫苗的浪费，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随上早在指挥中心宣布开放民众会使来注射这驻村的疫苗进前，台中市府就依据甲中央的会议记录，开放互非优先注射对象民众来注射。2早起有民众来到现场来问。我们还是属于后面打不到的，会进进出出每个家庭。尤其是有老人家的住户。昨天施打的残剂总共在58个快打站当中打了116剂，大概是这个一个站只有2剂的残剂。那今天是在9个快打站里面打了18剂的残剂。对着开放驻村的疫苗了后，可能出现的乱象，地方政府甲医疗医所也无同的看法。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到65岁有1600万人，他们来预约，可是怎么等都等不到，或者是说天天会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打，这个各施打站的外面门口来大排长龙，反而造成群聚的现象。这个是一个也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怎么样排序，怎么样排队，这个让我再想一天。但今麦强调，原则上医院依照风险排序，经由有用方式来处理，会甲规个系统规划好再宣布，互战剂应用发挥到上大，会甲专家来讨论规划，26个公布完整的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公布讲，对今仔开始，病院、卫生所甲合约诊所，若阵已经有开用无了的疫苗，会当进行登记。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讲，若阵开放互民众去登记驻村的疫苗，恐惊有人看袂到安插排队情形。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定认为讲，这会当授权予医生来做处理。今天下午4点开始，那么我们的12个卫生所接受各位的电话预约。宜兰县政府开记者会说明疫情，也宣布为25下晡4点开放县内卫生所，应透过电话注文驻村的新冠疫苗，强调每一通电话注文限2名，每一间卫生所以150名为限。另外，新北市也公布，即马开始开放77间病院、29区卫生所甲177间合约诊所，总共233个地点用校补登记。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中央开放村的疫苗校补登记方式，执行面规划较初无周全，恐惊佫引起特权插队的记录。第一线的单位，其实他们带来了相对的困扰。
然后也会被人家质疑是不是有特权。我希望中央就这个部分也能够更细腻做完整的规划，让地方在执行上比较好做。台南市长黄伟泰表示，中央在传播都造成乱象，下晡迎接到电话讲台北请无，心情好保台南的。那到底谁来先来后到？那你要制造一个预约系统，那预约系统难道中间就不可能有人预先把一些名字 key in 进去吗？也不排除民意代表会有很大的压力来受到选民众的请托。在大家都想打疫苗的情况下，残疾施打，这个时候会开启潘多拉的盒子。不过，台北市长关提过去捌几下摆表示，村内疫苗应授权病院或者是诊所家己处理，也表示相信医术专业，未浪费疫苗为原则。你才在设计一个网站，什么叫残疾登录？我天哪！我们要把整个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呢？那就是不要浪费就好了，就授权医师决定嘛。我还是相信每个医师都有上过医学伦理学的，没有问题的。另外，花莲县政府村内疫苗注射规定，除了比较中央规定，强调被做成以现场注文为原则，人数是看登记村的数量，逐天上侪7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北部疫情。今仔日台北市的本土病例有20例，另外也有传讲市政府驻守伫咧市长办公室外口的警员有人来确诊，目前是无接触到市长郭文德。另外也有追踪10名内部同事，目前体检拢是阴性的。另外讲到进前违法的好心肝诊所违规甲人做疫苗调查，政风处也已经完成调查报告啊。不过调议员即批讲，想要看报告却受到种种限制。副市长黄珊珊是回应讲，秘密资料是议会规范，若准有意见会当甲议长来参详。新冠疫情敢若烧入去台北市政府，伫11楼负责市长办公室安全的驻卫警确诊。台北市政府证实有这个代志，表示也已经完成环境的消毒。因为这个个案甲市长郭文德无直接接触，也好人看白。郭文德是讲，这个驻卫警已经做过疫苗，照时间算起来，互伊爸爸为着的机会真低。5月29号就去打疫苗了。理论上是6月12号就应该就开始，因为满2周应该就有抗体了。他6月19号去医院照顾他爸爸，然后6月20号确诊。他是不是被他爸爸感染？答案机会很低，因为没有理由看1天，第2天就感染了。你说有没有机会？不大，因为目前的这个潜伏期，要被感染要2到7天是最常见的。经过台北市政府的资料，这个驻卫警18上班19到22天休困，发现大院的爸爸确诊，伊迄天采检 PCR 确诊。市政府隔天紧急考虑10个同事，也甲3个做伙大的家属。目前这10个同事采检阴性，隔离中，隔离前也需要再一次 PCR。真受争论的好心肝做疫苗事件，政风处完成调查报告，差不多上100页。过市议员林永明、区维杰质疑报告分做 A、B 2版，佮限制场地，限看半点钟。副市长黄珊珊是回应，若做有意见，请议员甲议长协商。这个部分是议会的规范，就是议会看多少时间是议会的内部的规定。如果议员对这个规定不满的话，可以跟议长来协商。可能议会重新做个决定，我们就会尊重议会的决定。黄珊珊是讲，这个案件当伫司法调查中，依法袂使加讲。疫情拄爆发的时阵，较无共的就是卡袂着上100例。郭文德认为讲公布卡只无意义，不过即马案例下降，像25台北市本土确诊案例20例。郭文德讲，若是逐天20例以下，会当公布卡只。伫科学上破病前3天，公共场所的卡只会使公布，超过14天就会当提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北龙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对2时开始，若准备入去台北市第1甲第2高菜市场，拢爱有快筛阴性证明。不过，所有人到今仔日有关是唔知头唔知尾。为着要防止这疫情搁再摊开，指挥中心伫2时要成立专案小组，要甲台北市第1高菜市场甲宽南市场所有人员做 PCR 采检。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对20开始，北龙已经有针对着5000多人做采检，这内面有15个人阳性，而且这15个人竟然无伫北龙的病单内面，颠倒是出现伫边仔线尾市场。你这个是跟我儿子一起去验的啊。7个月底快筛阳性的证明是要入去北龙的经销商，都要继续隔离，不过唔知影还阁快筛，互人顾在一场。明日起还阁骑机车要来北龙快筛的阿伯，真无拄好快筛站的医护人员自5时休困日，真无奈还阁1楼滨江市场的打翻。大家都会害怕了，像我们也会啊。
而且这几天更糟糕，几乎说没有什么生意做了。马上是老板负责人先打，然后员工再分批打了。北龙群组感染事件，降低民众来买物件意愿。第一个菜市场，阁有他为无有警邮封锁线。台北市府证实，因为最近已用较明确的疫调资料，针对可能接触的3大个打伤做成效，会停业3天，互打伤也真在意的是，是不是家己有伫咧做疫苗名单当中？这几天筛检了5000多，它已经超过我们造册的名单。那因为时间来得仓促，所以不见得说能够很周全的完全列册。指挥中心为加强台北市市场专案相关措施，支持成立专案小组，要赶紧完成第一个菜批发市场甲宽安市场的专员批下采检，落实相关确诊者疫调甲赶紧扩大接触者，各做采检隔离。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为20开始，北龙有5000多人采检，有15人是阳性。到昨天为止，台北、北农2个市场总共广筛检了5022人，其中 PCR 阳性确认15人，其实都不是北农公司造册的承销人，而是跟着承销人在临批市场的作业人员。陈吉仲提出确诊分布地图，显示确诊个案拢是伫周边的零批市场。指挥官陈市长认为，这显示有几个散发区域爱做系统性的采检。陈吉仲提出7项防疫的方式，专员公开摕阴性证明，才入去批发市场。成立一条平台，上百果菜批发市场全面健康监测，批发市场内维持社交距离。市场果菜运送司机甲随车人员1570人。6月28开始，也要出示阴性证明，才入去市场。爱加强周边零批市场疫调真紧作为。2号下晡，陈市长陈吉仲甲黄珊珊拢到顶去第一个菜市场，要掌握北龙的及时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上界大的精神屠宰场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也可能特别揭露，已经有一位移工来确诊，有5名移工快筛阳性。目前家禽运销合作社先休困1天，相关警官大约有500人，下晡也做快筛，也给因做疫苗。新北市政府宣布讲，对1开始，若准无阴性证明是袂当出入的。那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北部上大家禽屠宰场位在新北市泰山区的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也出现头一个确诊，是一个越南籍的移工，二是暗时身体无爽快，去病院就医确诊，就惊引发互相相互感染，卫生局安排接触的23名移工快速检查，有5人阳性，收治在集中检疫所，也伫等待 PCR 结果。家禽运销合作社甲移工宿舍马上来进行清洁消毒。新北市的家禽运销合作社就规定，从今天开始就休市1天，到27号，如果没有持快筛阴性证明，不得进场。新北市宣布，27开始无阴性证明的人袂使入场。新北家禽员工加上相关接触者，大约是500人。2号下晡安排到3重埔的检查站快速检查，一度出现排队排真长的情形。这阵市府也对快速检查阴性人注射疫苗。另外，肉片的市场甲鱼的市场嘛，要全面来注册注射疫苗。那像果菜市场已经做完了，家禽合作社今天就开始。肉品市场6月26号的早上。3重鱼市场是6月28号的早上，快筛疫苗接种按册来实施。新北市2号新增加32例确诊，降到新低纪录，其中甲北龙有关系有11人。离新北家禽确诊者甲快速检查阳性移工，深受北龙的接触史依然在调查中。校友仪继续鼓励有相关北龙接触史的人来新北市快速检查，即阵已经检查3000多人。另外，邦桥区有一个地处隔离的人无扎手机，出来外口去金仔店买金仔，共重罚40万。校友仪呼吁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北市联合病院的阳明医区，有负责专责病房的护理师已经做过2档 AZ 疫苗了后，有关是去验到武汉肺炎。病院表示讲，目前有相关18位的接触人员采检过，目前拢是阴性的。
台北市联医阳明医区告表出护理师确诊的消息。外传染疫的这名护理师，伫3月30日自第一期 A G 疫苗，伫5月底进入专职病房，负责照顾确诊甲技术过限。6月7日按照时停自 A G 第2期，搁伫6月7日14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暗过22检验却出现是阳性。医方出面证实这个消息，并且表示已经扣列相关人员18人采检拢是阴性。阳明院区每周进行高危单位采检，在6月23日发现有一名专责病房护理师确诊，这位护理师已经完成2剂 AZ 疫苗接种。照顾病人时均穿着3级防护。事实上，早伫6月7日，阳明医区就发生收治确诊个案了后，有医护人员伫插管的过程中，无细致互患者吐出来物件喷着，结果有5个医护人员就安尼确诊。后续科内相关人员阁发现3人染疫，这事件造成8人确诊。虽然23确诊的这名护理师甲进前的急诊群组无关系，不过医师就讲，这2剂应加强保护力，不过保护力不是100%。空气中只要一个高病毒量的一个确诊患者，其实会存在许多病毒微粒，透过气溶胶影响到工作人员。疫苗接种以后，有的人的基因对某些病毒的那个免疫反应就是会比较差，不管是自然感染或者是打疫苗都是这样子。如果不是碰到那种情形的时候，当然就有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就是打了疫苗以后还会得到感染啦。医师也提醒，新冠疫苗保护力本来就不是亲像大家所想的，而是来看治疗后是不是能产生长久的抗体，甲部分民众呼吸道的状况。亲像食粉的人，表皮细胞或者是黏膜相对都较弱，也是可能互病毒撑过去。不过有组疫苗依然是好处较济，至少能降低重症率甲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港研院有和奇美病院合作开发一个货柜式的武汉肺炎检测平台，类似是一个实验室同款，会当减少到医护人员染病风险。另外，讲到热度显像机，最近有新的突破咯。港研院利用 AI 技术，唔但会当做面部辨识，也会当闪过其他因素干扰。这个货柜看起来真平常，不过内底真无简单。这是港研院甲台南奇美病院所打造的货柜组合式微负压超高通量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我们的医检师呢，在执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呢，必须全副武装来保护好自己。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病毒这个检测呢，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那保护我们的医检师的安全。实验室是采检到检测一条龙的病毒检测平台，医护人员清扫了后进入환象区，依照规范到体检前处理区或者是 PCR 操作区，各经由高通量自动化机台做检测。进气排气净化以 HEPA 洁净空气，洁净度到达1万等级，媲美手术室等级的洁净度需求，负压值大于等于8%。符合 BSL2 负压实验室的需求，防止病原的逸散。货柜套件可快速拆卸组装。疫情严重，检测量增加，确保分仓分流，才能降低医护人员染疫风险。不过，如何预防也真重要。港研院推出新一代热影像体温异常侦测技术，用 AI 加红外线摄像机彩色显示，就算手提烧水、小食面，这个疾源也袂干扰到人民体温的辨识。9到10个人没有问题，就在整个画面里面，所以它这也可以用在一些公共运输的一些据点。我们除了有热影像以外，也跟彩色的影像做整合，那也可以去跟门禁系统来做结合。它是有发烧以外，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体温状况是如何，那它是什么时候进来，甚至是在谁的附近跟谁有接触的。相关的技术目前伫经济部等机关甲企业拢已经陆续启用。除了侦测体温以外，也佮结合录下门禁管理系统，公布落实实验制，诉求是降低民众等待磅体温的时间，加管控人力，互防疫机制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国军北控署病院群组感染，搁再爆出来咯，到今已经有30个人确诊。桃园今仔日增加10个当中，也有6个人是甲北控署病院有牵连。针对着这款的情形，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要求病院爱甲当咧住院的15个人拢刷出去，规间病院爱进行大消毒。桃园国军北控署病院规定小围案件持续扩大，桃园25新增加10个确诊案例，其中1个人甲北龙案有关，6个人甲北控署病院有关，是伫第3遍采检才确诊。
对这件代志，通市长田文灿等人25前往北控市病院了解情形了后，认为爱国真注意，所以要求院方检收病人。15个确诊病人必须要移出，然后进行全面的清消。那医院要全面的降载，那只保留这个必要的部分的运作。6位里面有4位是病人，那有1位是看护，有1位是陪病的家属。那前面5位是第3次采检才确诊哈。因为北控市病院也阁负责国军的医疗工作，互人烦恼感染的风险是不是会影响到部队？804是国军桃园总医院它并不在其他的部队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医院它院区就是很独立的。另外，因为屏东出现秘鲁回国的公孙确诊印度变种病毒变异株的案例，国境管理更加重要。田文灿也建议，中央会当限制高风险国家的转机数量，也加入境者的采检次数。转机的部分，包括这个航班的限制部分，我想中央都可以再继续加强，能够让来自这个 Delta 病毒的高风险地区的航班做限制。因为桃园国际机场工作的机组人员有35000人，田文灿讲，自完中央提供的5000剂疫苗了后，结果敢若1/3的机组人员有注着，建议中央会当搁拨发疫苗，互第一线的服务人员拢会当注着疫苗，确保国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今日来关心各地头的灾情。伫美国的佛州有一栋12楼的楼瓦厝，地址是熊放起。当地政府表示讲，目前有找到102个人，也拢真安全。不过，有关有99个人失踪，11个人受伤，也有1个人死亡。红十字会伫个瑟福赛德社区中心的受灾户临时收容所，24天一光，都真侪失踪住户的亲属，真着急望望知影亲人的下落。They were on the side that collapsed? Yes, 10th floor, looking at the beach. And you haven't heard anything? No. Oh no. And you haven't seen them in the hospital or anything? No word? No, they sent me here. 伫福州迈阿密海堡海景第一排12层楼高的香普兰塔已经40年。透早放弃的南栋大楼有136户，其中55间被毁。意外发生的时阵，亲像爆破拆厝，轰的一声土石蒙烟散雾，住户拢伫困梦当中，根本袂赴逃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楼东边紧急疏散35人，有的用脚地行落楼，有的是伫阳台互人救落来。搜救人员出动搜救犬、成立生命探测器、红外线显像仪，伫南平土石当中走找，有的接受到下骹传来声音，不过实际上到底有偌济人待伫现场，啥物人也唔知影，因为有的做好事长期待伫遮，有的是将遮当作是度假的所在。And we did identify and declare as safe 102 people, and 99 we still cannot account for, some of whom may not have been in the building. So our firefighters, men and women,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a huge task force of people. 面对这公安事故，不只是地方官员，只有甲联邦的主管全部拢动起来。州长桑德斯宣布紧急状态，发布行政命令，提供灾民必要援助。总统拜登也授权国土安全部甲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协调所有救灾工作。This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be immediate in terms of what ended up happening, but I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engineers looking at this to try to identify what happened and what was the problematic occurrence. And so that probabl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ose answers immediately. Bu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伫咧澳洲发生本土的群聚感染事件，目前确定是去挖到真高团 Delta 变种病毒，所以定4大地区会伫25开始封锁1礼拜。另外，伫疫苗注射率排伫世界前3名的以色列，真算是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的攻击。不过，有研究表示讲，辉瑞 BNT 疫苗会当对抗 Delta 病毒，提供高性的保护力。排队要检查的车是停几百公尺长。澳洲新南威尼斯省疫情上升，所以部分地区宣布进入封锁的状态，至少有100万人受到影响。If you live or work in those local government areas, you need to stay at home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澳洲互相烧话感染事件继续扩大，25新增加17例确诊。
到即阵为止，这波疫情已经有65人去挖着。经过基因的定数比对，确定挖着源自印度的 Delta 变种病毒。有确诊者卡列遍布市中心的各部商场、咖啡店，抑有理发厅。当局在255夜11:59封锁4大地区，继续到7月7日。אנחנו באופן רשמי קוראים לכל הילדים ובני הנוער מגיל 12 ומעלה לצאת ולהתחסן בהקדם האפשרי. 随着Delta变种病毒正做全球主流的病毒株，即阵就连全国疫苗注射人数超过1半，以色列也连续3天确诊案例数超过100例。当地卫生部官员估计，若未来1礼拜1天的确诊数维持在100人以上，就要恢复挂嘴暗甲其他的防疫限制。以色列政府也在这个月替学生族群来注射疫苗。יש נתונים ופרסומים, חלקם פרסומים עוד לפני ביקורת עמיתים וחלקם כבר אחרי שמצביעים על יעילות של סביב 90% במניעה של מחלה סימפטומטית וסביב 95% במניעה של אשפוזים. ככה שהיעילות היא עדיין מאוד גבוהה, מאוד דומה ליעילות שאנחנו מכירים מווריאנטים אחרים. 另外，像英国公共卫生部研究指出，辉瑞 BNT 加 AZ 疫苗对 Delta 病毒拢有90%以上保护力。以色列卫生部表示，即阵全国已经有65%的人注射疫苗，也是身躯有抗体，不过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也是有一段距离。记者自综合报道。伫咧古巴，因的国产疫苗正式对外宣布讲有92%的防护力。就算疫苗还未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伫古巴已经有20%的民众头一档疫苗都是主国产疫苗，因也拍算讲要来拼全世界头一个全面拢是主国产疫苗国家。注射中心内底，古巴的民众排队注射由国内家己研发的阿布达拉疫苗。疫苗研发药厂强调，这款的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保护力是达到92%。希望古巴会使成做全球头一个全面拢注射国产疫苗的国家。Pensamos que Cuba va a ser el primer país que va a poder lograr vacunar a toda su población en 2021 con vacunas propias. 古巴因为美国长期实施经济制裁，加上无被列入低收入的国家，无都经由 COVAX 买到有效疫苗，所以讲今年开始投入研发国产的疫苗，即是已经研发出5种，而且伫大规模注射疫苗是需要注射3剂阿布达拉疫苗。尽管这款疫苗也无得到世卫组织的认证，不过全国已经有20%人口注射完头一剂，就连委内瑞拉拢已经向古巴药厂落订单要来购买。Y hemos suscrito contrato para el suministro de 12 millones de vacunas Abdala que estaremos recibiendo en los próximos meses. 另外，相关也推行国产疫苗的俄罗斯是因为 Delta 变种的病毒一直拖，互每天确诊人数继续创下新高。加上莫斯科政府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必须在1个月内底，互其他6成以上员工注射疫苗，若无会罚款。所以，做网络购物的企业已经开始替快送人员甲司机来注射疫苗。尽管 Delta 变种病毒继续一直拖，不过西班牙因为注射头一剂疫苗人口超过1半，所以讲对2日开始，稳准民众在室外所在唔免挂嘴暗。而希腊也因为民众注射头一剂比率超过43%，第二是放宽互外强制挂嘴暗的规定，而且对2月开始取消宵禁，做完2剂疫苗民众免过自我检查。另外也放宽室内食饭的人数，婚礼在社交活动人数开放到300人。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国内增加76个本土病例，也有5人死亡。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有32例，有关是上界济县市；台北市有20例，桃园有10例，新竹县有4例，苗栗3例，彰化和高雄拢是2例。另外，宜兰、嘉南、台中拢是1例。咱台湾目前已经有14465例啊，本土病例也有13245例，死亡病例数到今也已经有640个人死亡。日本伫咧6月初有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伫今仔日搁再宣布讲会搁另外送100万剂来。日本政府表示讲应该是7月会送来。咱的外交部也对日本赞助疫苗行为表示感谢。
日本伫6月初免费提供124万剂 AZ 疫苗予台湾了后，日本外交部25号举行记者会，表示感谢台湾伫10年前当日本大地震时阵的援助，也理解台湾目前面临疫苗无够的情形，要追加提供100万剂 AZ 疫苗予台湾，差不多7月初就会当运送到位。またすでにですね、第1弾の供与を行いました台湾、ベトナムについても。それぞれ約100万回分の追加供与を行う予定であります。日本として大変ですね、良かった、そんな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おきましては、まだワクチンの不足と、こういった状況が当面は続くと、このように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して。日本阁提供疫苗协助，外交部甲日本方面表达诚恳的感谢，强调后续相关作业会持续甲日本方面密切联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感谢日本的斗相共，表示这个疫苗会当提高台湾的注射率。这是在这个月6月4号捐赠我方124万剂 AZ 疫苗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再度对我国第2波援助。外交部仅代表台湾政府跟人民向日方表达我方的诚挚感谢。我们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谢。这100万剂来可以让我们施打的对象能够更广泛，那提高我们的施打率，把我们的这个疫苗的防护力能够来提高。到目前为止，国际友邦送台湾疫苗的除了日本2届，拢总224万剂 AZ 疫苗以外，也有立陶宛送2万剂 AZ 疫苗，预定9月就送到位。美国是送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最近的疫苗提供，未来几周将要召开的 TIFA 会谈，以及近年来 GCTF 持续扩大规模和议题，这些具体的成就都不断的在深化台美的关系。这就是真朋友、真进展。总统蔡英文感谢美国的协助，因为 AIT 处长雷英杰特别卸任离开台湾，蔡总统特别接见雷英杰翁仔某，亲授大寿景星勋章，感谢对台美关系的努力。雷英杰是表示会继续为增加美台关系贡献家己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对这个月23开始，中央政府开放予有新的富人人会当注疫苗，而且会当家己选品牌来注。不过有人也开始烦恼讲，若准大家拢选同一个品牌，落尾这疫苗来到台湾的状况无稳定，敢会影响到注第2档的时间呢？一档注落去，互家己甲胎儿加一份保障。中央为23开始开放有新的人会使来注新冠肺炎疫苗，而且会使家己拣品牌。因为进前新闻报袂少 AZ 疫苗注了产生问题的消息，即阵真侪人拢讲会选定莫德纳疫苗，无爱选 AZ。专家讲，其实是无一定需要安尼选择。之前 AZ 疫苗在年轻的妇女曾经报告说血栓的机会比较高了一点。但是新的资料呈现却不见得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是不是一定要选择 mRNA 疫苗来取代这个 AZ 疫苗？其实现在也是见仁见智。那一般认为就是说，这个 messenger RNA 的疫苗不仅只有Moderna 还有 Pfizer。都是比 AZ 来的强了哈，那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大家不要忘掉了，就是说它对于重症跟死亡的保护力呢，其实是都一样好的哈。若是大家拢选莫德纳疫苗，就会有人开始烦恼。若是台湾所落来莫德纳疫苗到货情形无好，影响到第2档疫苗延前接种，敢会有影响？第1剂打进去的那个保护力还是有存在，但是就是说在这个中间那个保护力不够的时候，没有第2剂在加强之前，如果刚好又遇到真的病毒的时候，那还是会确诊，那个病症呢也会比较严重，就是你在等的时间其实是一个风险。如果你在打第2剂之前没有被感染，那你第2剂其实我们叫做追加剂，是对免疫系统的再次刺激。往往第2剂的时间久一点，免疫系统的刺激能力的追加效果更好。专家嘛提醒，新冠肺炎疫苗注了的反应会比其他疫苗更加大。有新的人若是最近身体状况无稳定，是无需要赶即马来做，除非是伫高风险的环境，才需要来做另外的考虑。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目前，咱国内三级警戒是搁再延长到7月10日，真侪餐厅、观光业拢受到影响。伫咧台南，就卖牛肉汤的店家决定要收起来。另外，本地真热闹的关下岭，进山拢无游客去行踏。
标定啊，挂着去年电视中甲单机买车的人来访翕相，真大餐厅内底时阵就有工作人员伫咧切牛肉，台南有名的牛肉汤老店分店。未堪疫情的冲击，甲每个月780万的固定的开销，决定在7月底关店。纾困的部分我们都不符合项目啊，所以才会想说啊，忍痛，然后就结束营业。疫情大影响餐厅甲观光旅游业，来到台南的关仔岭，原本拜五下晡就出现真侪车的街路上，即阵无啥车，拄最好的红仔街，航港公去是无人客，店头是真无奈。像现在这样啊，继续撑，对啊，继续撑啊。还可以的话，就是把那个纾困的部分留给需要的人，可以撑着就撑着这样。关仔岭则得到交通部观光局的台湾好汤观光优先环境奖金奖，不过规个温泉区敢若空城共款，愈看愈心酸。这时阵得奖无起到加分的作用，真侪业者只好趁这段时间安排员工来轮休，也是规期停业来降低成本。这间交易嘛是有极限的。对。啊，若无极限，你看头家要安怎？啊，员工要安怎？员工就我看无薪假尔，所以像政府爱重视这块啊。疫情甲咱看无真棒，互袂少业者挡袂落去。台南市政府表示，下半点这资源设法替业者来经过这一关。碰到了营运困境，我们要积极帮忙加以纾困。我们期待把现在准备好，等到解封之后，能够跃起关子岭又再次成为这个观光胜地。虽然中央已经通过纾困4.0，不过随着3级的警戒一再延长，委提建议希望中央依照警戒长度，相关的比例，互因第二波的增加纾困，帮助受到冲击产业斗阵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间洗衫店的头家娘，看到这防疫之间，逐工拢爱穿着这个防疫夹，也着爱逐工换清气。头家娘也主动提供洗防疫夹免收钱服务。洗衫店内底洗衫机来回喷袂停，另外一边还有真侪准备要洗的物件。新竹市疫苗站的志工穿的粉红色夹，为着安全，逐工拢爱换洗。想袂到市政府送洗的时阵，洗衫店头家娘啥物话拢无讲，连咪斗3工，而且无收钱。所以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背心的清洁度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找到南寮有一家洗衣店。那他来收衣服的时候，我们请他开报价单给市府，他表示他要做爱心，免费回馈社会。在这个疫情严峻的状况下，有这样子的热心的人，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唔那安尼，经过几摆洗衫店头家娘，逐工拢会主动来到现场，甲志工穿过夹收走，结果转工再去送来。互大家拢会使穿着清气的衫，继续做伙对抗疫情。白天要上班，然后也没有办法支开分身去做义工。那我这是洗衣粉行，那我可以做到就是帮大家洗防疫背心。对，那我就是详尽分力这样。头家娘的爱心感动真侪人，只感目真感谢头家娘，大家拢讲只要团结合力做伙，一定会度过疫情的难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即马因为停课，教育部温准学校伫疫情期间用线顶的方式提供少年囡仔心理关怀辅导。其实伫咧美国早伫咧几落十当前，就一个做同性咨商，民间团体也希望讲咱台湾会当早一日开放。你好，我是今天跟你对话的諮商心理師，我是凱翔。那今天我们大概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咨询。心理咨商师伫咧线顶听民众讲心事，这是民间团体伫咧疫情期间特别送的免费咨商服务3礼拜就已经超过1300人。不过青少年族群今麦因为停课，大约有3万位大学生咨商的需求长期。今麦教育部干大温准学校伫咧疫情期间用远距离辅导甲关怀，未当做咨商服务。原因的考量，第一个当然是治安问题，第二个部分当然是司法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心理司法的前提之下，他通讯咨商依然只规范咨商所或治疗所才能申请去办理、去执行。电话的关怀参这个咨商伊是无共款的啦，咨商伊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咱有是讲咱逐礼拜见面，一间见安尼50分钟，过来因的这个会谈的主题是较深的，有去个探索伊这个伊起调的迄个情绪的
部分。专家表示，美国伫咧去年3月份就发布紧急命令，要求排除所有障碍，让病人顺利接受医疗服务。只要确保基本的资讯安全，不管人伫咧倒位，拢会当咨商。也那台湾即马有申请远距离咨商的学校无到10间，通信咨商的年岁也限制要满18岁。民团希望中央放宽相关的法规，让咨商服务更加及时完整。记者阿敏珍、林学凯台北报道。龙山两败全台湾第3名的彰化县也启动菜市产销链安心防疫专案。今仔日伫彰化市内的果菜市场和店中的果菜市场做快筛，目前检1000多位的人员全部拢是阴性。人员一个一个照顺序排队等待快筛。因为北农标出新冠肺炎群组，就惊影响到全台湾菜市果子的供应，加上生销商南北往来，增加胃病风险。彰化县也针对县内7大果菜市场进行快筛。主要咧销的部分，就是拢是咱在地，也是讲其他所在来遮在的迄个贩啊。咱总共送200几名，但是我看来排的包括你这边咱嘛有去叫迄个报道迄方面啊，应征迄方面的管。目前你甲看这个人潮秩序都还不错啦，也蛮配合的。彰化县目前已经快筛1096位果菜市场相关作业人员拢是阴性，若无时间前往台检站的民众，以及赛后的采检，就请民众家己去县内12间的医疗院所。后续每隔7天一次，就要请我们这些有在前往北农的这些物流业者我们会有12家的采检的医院。请你就安排抽空，在这个7天到期之前去做相关的一个快筛的一个筛检。另外，彰化溪湖肉品市场、产保鲜鱼市场，拢是甲果菜市场同款的拍卖交易形态。卫生局也表示，会阁深入了解这2大市场的交易甲供应网络，规划安排快筛管理的机制，希望早一步准备，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为着要让民众了解环境消毒的进度，嘉义县环保局伫网络顶头成立一个防疫消毒网，民众会当随时去了解。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嘉义县的人流热点较近卡车，继续拢有消毒人员会来消毒。嘉义县环保局统计，目前已经动员超过3600人次消毒6000多位。这些资料今晚拢放伫网络顶。和民众会当来查询消毒的进度。我去这个地方安不安全，或是我进出高铁到底安不安全的有疑虑的都可以上到我们这个消毒网来看一下这些消毒的这些状况跟成果。嘉义县政府表示，今仔日全国防疫会议有向中央反映，希望甲北部县市同款，互林务、司机、市场人员拢会当接种疫苗，而且针对农渔民平常会去的农会，嘛希望互工作人员来注意疗。最近的很多疫调确诊者，我发觉讲增加，足侪人拢会去农会领钱那实际上我们过去的疫调里面也有发现到这样的案例，所以我感觉讲农会渔会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应该把它打疫苗。嘉义县是农业县，而且老大人的人口比率嘛真悬。县府强调，为要增加社区的防疫，消毒的工作也是袂当放互松零，而且希望透过中央的支持，会使为各方面增加群体的防护力，防止疫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搁在28天就要举行东京奥运啊！咱台湾队已经伫17项运动摕到51个参赛资格。体育署表示讲，咱的目标是希望有60个参赛资格。年初伫咧泰国连拍3场比赛，返来台湾了后，羽毛球世界球后戴资颖原本5月底才要出国参加马来西亚甲新加坡公开赛，但是国际疫情严重，2个公开赛喊停。戴资颖今日会当伫咧国训中心训练。生涯第3届要去拍奥运，戴资颖接受世界羽毛球总会访问，讲心情甲目标。我觉得奥运还是一个就是非常神圣重大的比赛，对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去拿到牌。奥运还是会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比赛时阵的无稳定，甲年岁较大，身躯的伤，戴主任是直接讲，阁有真侪挑战要面对。但是游员希望摕到牌为目标。虽然戴主任摕到奥运的门票是无问题，但是因为顶半年真侪国际比赛无办 ，BWF 游员也未正式公布名单。羽球。 它呢，公布的时间是6月25号才会公布的第一波，最后版本确定的部分又要在7月5号哈。另外高尔夫的部分呢是在6月29号，预计在7月5号的时候呢，各项的运动项目才能够正式完全产生。体育署评估羽毛球的戴资颖、周天成、王子维甲蓝翔50应该无问题。 招标项目的单开如单价甲杨俊翰，甲网球的吕翔拢有机会。 最后应该会当伫咧18个运动摕到6个的参赛资格，超过2012伦敦奥运44席，甲2016里约奥运的58席。记者会新志明台北报道。中华职棒希望在这个月29无开放观众入场的情形之下恢复比赛。这5个球团也拢进行快筛，目前拢是阴性的。相关的防疫计划也送到指挥中心，目前也等咧审查。 新新店开7辆棚，接受抗原快筛。统一赛全队的选手、教练甲职员总共142人，23伫台南棒球场由安南病院安排快筛，结果全部人拢是阴性。选手继续分流训练，维持状态。还是希望说，能够疫情赶快控制住，那赶快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头往前，头往前。 赛队完成全队快筛，富邦悍将、中信兄弟一级军队职员也完成快筛，全部是阴性。乐天桃园甲魏全龙完成一级军，所有队职员快筛拢是阴性。团进团出的方式，每一周也都会再进行这个快筛。各队配合防疫计划完成快筛，都是希望29闭门复赛有希望。 中职提出的复赛防疫计划，体育署已经伫2时完成审查，由教育部送到指挥中心。25早起甲下晡2场记者会，副指挥官陈宗干表示，指挥中心还在审查他的所有的防疫计划，那等我们审查完之后再对外来说明。 指挥中心是要复决计划，也是计划爱修正。中职表示，今年继续等结果，伫这进程爱准备的先准备好，毋过拄着周末，就算礼拜1宣布同意，礼拜2复赛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大甲日南国中的自由车队，虽然停课无法度去到学校训练，不过学校利用线顶训练软体，互教练伫咧停课期间也会当掌握到每一个队员因的训练状况。 俊峰，跟上来啊！俊峰。教练若骑自由车，若注意荧幕顶悬队员的练习状况。受到疫情影响，日南国中的自由车队也启动线顶课程，利用网络软体配合训练设备，互教练伫停课期间，嘛会当掌握每一个队员的练习进度。可以很了解的知道说，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学生每天上来课程做了什么，骑了哪条路线，做了什么课表，我们这边都会有记录。 洪峰表示，这套训练软体是几年当前甲在地厂商合作开发的，毋但是练习落单，佫会当模拟爬架、落架的效果。另外，练习速度甲体能数据等等，也拢会当出现伫荧幕顶悬，对教学训练有正大的帮助。虽然说疫情不可以出去，现在也不可以去学校训练，但是这样子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很像见面这样子1对1这样子讲，那个路线都可以慢慢去配速，然后。 虚拟的画面也很不错。国内疫情也未转好，全台学校停课，不过日南国中的自由车队配合训练软体，踮厝也是真拼死练习。佮参加线顶举办的全国自由车电竞锦标赛，也拢摕到袂歹的成绩。全台3级境界，每一位选手也是坚持训练，甲疫情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去年12月，伫台东的海端乡有救到一只受伤的台湾乌熊，经过这半年来的照顾，变甲真大只。目前也刷到训练场去，希望早一日可以登去台主席。5级陷阱正真卡去调理，身躯佮中3穿的这只台湾乌熊，兽医赶紧伫野外替乌熊处理伤口，佮马上为台东海端乡的勘定部落送到滨口台野生动物保育中心，带入到后备房治疗。
经过半年的治疗，这只台湾乌熊虽然正前脚互人刺激，不过恢复真好，也肥12公斤。保育团队顶个月将伊送到户外野粪场，活动力真强。伊是暗时常常爬起树仔顶向外口看，可能是上森林了。台东林管处表示，会评估状况最近野放。在兽医师团队的评估下，认为他的生理健康状态、行为适应能力，还有他的活动能力，其实已经都逐渐恢复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受伤乌熊是垦丁部落自主通报者得救，因为伫台东海端乡已经真侪摆发现乌熊，今年甲乡公所共同建立乌熊通报平台，呼吁当地民众若发现乌熊受困陷阱，就马上通报，抢救乌熊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时好又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